有没有比较长？啊，上帝要报仇、要报应的，伊是用啥？日子吼，啊呐，较短吼，互人有一寡毋茫吼，才有一个观念吼，才有一个观念。等咱已经社会已经成型、已经定型了吼，才有既得利益者，啊，另外一边是受压迫的人。当咱若甲受压迫的人，互伊会当额头会当较悬起来的时阵，谁的利益会得到会吃亏去？谁的利益会损失？咱若甲遐受压迫的人、颂扬人，甲因的地位、甲因的境况、甲提升的时阵，啥物人会吃亏？本来遐个既得利益者嘛，是不是？哦，本来遐个既得利益者的一定会吃亏，一定会吃亏的。那若按照讲社会资源是一定的嘛，一定的量的话吼，咱要互遐颂扬的、受压迫的、遐困苦的人，因为日子会当提升的时阵，本来了解这资源的人，因来放手。所以这是一个相对的观念吼。对颂扬的人来讲，这是一个什么话？好消息，上帝所赏赐的恩典。按过若对本来既得利益者咧，就是歹消息。因的看法就是上帝要报应的时阵到，上帝要报应的时间到了。所以这段经文我上尾啊到第8节的时阵，咱伊写着讲。耶和华上帝伊欢喜公平，伊愤怒遐抢夺，啊，佮遐罪恶，因为是伫资本主义真自由、真开放的社会，你若交趁钱的，你若有资源的，你若有关系，你就会当累积你的资源愈来愈多。啊，你若无关系，你若无资源。无到他，无迄个，无拄着迄个时，你就愈来愈受伤，你就愈来愈受伤。所以，才要提醒的是，咱的上帝是欢喜公平，欢喜公平，啊，伊是这愤怒，迄款的抢夺。你讲无啊？我嘛是照起工咧过日子，我也无共骗，也无共偷窃，我认真做工，啊，趁遮钱。啊，毋过，当咱人摕超过咱的需要的时阵，伫上帝眼光来看，就已经接近才会抢夺，已经接近抢夺的概念。你用你的智慧，上帝所赏赐的；你用你的气力，是上帝所赏赐的；你用你所有的背景，这资源，拢是上帝所赏赐互你的。当咱若敢若看到家己，咱 reject 超过咱的需要的时阵，就表示有另外一群人，一定是安怎，无法度摕到伊本来应该有的，因可能伫某一个部分无咱遐聪明，伫某一个领域无咱遐济资源，也是帮助，所以真侪颂扬。这个颂扬不只是钱财的颂扬，真侪颂扬。所以对下这，咱所有称做基督徒的人，伫今日的经文内面有讲到一句话，伊讲咱会真做公义的树，这丛公义的树是耶和华上帝伊亲身所栽种公义的树，伊是耶和华上帝所栽种。咱就爱真做愿意分底耶和华上帝伊的款式的人。咱活伫这个世间，伫这个社会，各位兄弟，咱的确就爱认真思考，咱爱甲什么款的人徛做伙，用什么款的人立场来思考上帝的问题，思考上帝的作为。毫无疑问吼，咱先选择的 first priority
迄个优先顺序，应该是甲遮个受苦的人、受伤的人、受压迫的人徛做伙。当社会这个社会基督徒，伊若愿意甲受苦的人、受伤的人徛做伙的时阵，他们会是一个威胁。什么意思？基督徒会对这个社会来讲，会真做一个威胁。对谁是威胁？对迄个既得利益者也真做一个威胁。就是讲，基督徒不管你有偌济资源，不管你是毋是介济资源、介好嘢，还是普通，还是一般的人，当咱选择，当我们选择要甲受伤的人，要甲受压迫的人，要甲受无公平对待的人徛做伙的时阵，咱伫这个社会一定会真做一个威胁。我们会成为对这个社会的一个威胁。安尼的话，各位兄弟，我伫遮要重新来提醒，基督徒，你伫世界，你一定会受苦。这毋是我讲，这是主耶稣基督讲。耶稣基督要受苦进前，要顶世个进前，就甲所有的基督徒讲，恁伫这个世界，恁一定会受苦。你们一定会受苦，为什么会受苦？为家来理解，因为当咱选择甲受伤的人、甲困苦的人、甲受压的人徛做伙的时阵，咱是变做要甲啥人真做对敌，要甲遐既得利益者真做对敌，因为咱会去抢着因的资源，咱为着要维护遮个受伤的人。即个受压迫的人、受无公平对待的人，咱要甲伊徛做伙，咱要维护因的权利的时阵、权利的时阵，咱一定会甲遐个掌权者、遐个既得利益者会真做对敌。各位哈，这是咱的选择。啊，毋过这毋是干那伫咱脑袋内面，咱家己咧想的选择，因为这是对教育到信仰。耶和华上帝对咱的期待，对咱的一个方向，生命的方向。我若大概讲到受苦吼，咱兄这个这叮当，这叮当的，很沉重对无？生命来受苦，是安怎袂使高高兴兴、欢欢喜喜来唱歌欢喜？安尼话另外一个啦，我换另外一个词啊。较轻松的啦，食开就好啦，好无？基督徒，咱活伫这个世间，爱准备食开。这款的食开，不只是你主管顶面的食亏，不只是资源上面的吃亏。你互有看无的时阵，是毋是食亏啊？各位兄弟，你的程度很高。你的社会地位这管学富五车，做学问，啊，毋过人偏偏要甲你看无，看你很卑贱。各位兄弟，你懂会了？咱有法度食这款的亏无？因为咱的选择是甲遐个受伤的，甲遐个。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徛做伙，这就是耶稣基督伊所做伊生命的款式。伊道成肉体，道成肉身，本来是完全的上帝，为着要拯救人，伊成做人一款，成为人的样式。伊毋是徛悬悬，伸手来世间，甲人扶起来。伊是真做甲人同款。各位兄弟，以赛亚先知，伊大声话讲，这是耶和华上帝所欢喜的年。到新约主耶稣基督，嘛是大声话讲，这是上帝所欢喜的禧年。当安尼大声的宣告的时阵，就表示。
就表示上帝是要甲送向人，要甲受压迫的人，要甲困苦的人徛做伙。即个咱的新的宗，毋是咱吼，即个天主教新的教宗吼，伫第一次的正式的他的圣谕吼，他的发言，伊讲到一句介重要的代志。伊讲教会在甲送向人徛做伙，教会权力在下放。我看一个惊一跳，哇！天主教的教宗，遐悬的位吼，他们那么权力集中的架构里面，伊竟然讲这句话吼，我就甲我的朋友吼开始咧三思，你知无？就打赌啦，打赌这个教宗吼会多久被暗杀？看电视也叫暗杀吼，你看到迄个权力、利益的架构和你前奏，不只是梵蒂冈啊，不只是世界，啊，一个教宗讲伊教会哦，天主教教会爱甲送向人徛做伙，即句话讲的吼，毋知偌济既得利益者吼，泡沫咧烧啊。这个教宗啊，真正安尼做吼，咱真正会当来杀书吼，看他什么时候会被暗杀，来杀烧书。3个月野手，还是半当啊？什么？到过年了。啊？甲共产主义无共款的所在，有一个介重要的所在是亲身吼，我亲身，阮亲身真做甲受用人、甲受压迫的人徛做伙吼，毋是我徛悬悬吼，伫管理逐个人有公平的无，吼，这是无共款的所在吼。所以基督徒，咱准备好势，伫即个世界，伫即个社会，有一个愿意吃亏，有一个愿意受苦的心志。无论咱即摆生活过偌舒适，过偌好，迄拢无要紧，迄毋是罪。无论咱即摆偌济资源、偌济财宝，迄无要紧，迄毋是罪。啊，毋过咱准备好势，当咱有即个心志要甲送向人徛做伙的时阵，当咱有即个意愿要甲受苦的人、受压迫的人徛做伙的时阵，咱会一定会开始分享，咱就一定会开始愿意吃亏。咱就一定会开始要受苦。各位兄弟，这毋是甲咱强迫，这是一个生命思考、一个观点的改变。咱是毋是要甲上帝所欢喜的观念做同款？咱要甲送向的受压迫的、困苦的人徛做伙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之前个杯。阮是一间满满承受福气，你所拣选，你的百姓，你的囝儿查某囝，阮满满恩典福气伫阮的心中，阮感谢嘛何乐。啊，毋过阮知阮的性命会当成做你的路用，会当成做你的器具，会当来服侍你，会当来服侍阮四周围。无论是阮的兄弟，还是阮四周围的人，求你，就帮助阮，亲像以赛亚有你的神伫的心中，阮每一个基督徒嘛是有你的圣神伫阮的心中，帮助阮的生命会当坚挺起来，甲阮生命活出一个款式，是你所欢喜、你所盼望的，要甲受苦的人徛做伙，要甲送向的人徛做伙。要甲受压迫的人徛做伙，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。